有真侪民众爱食鸭血，根据着消基会公布的调查显示，利用 DNA 去检验市面上的鸭血，竟然有7成的鸭血内面有蓝鸡血，却标示鸭血尔。这标示不清楚，有违反食安法记录，会当罚4万到400万。 真侪人爱食火锅，而且鸭血是不少人爱加的食材。不过，消基会伫去年10月到12月，伫各市场卖场才场所买10个件，讲是鸭血产品，佮委托实验室做2摆检验，结果发现30个样品当中，超过7成样品有鸡血成分。分2次去购买，然后去送2家不同的认证实验室，所得到的这一个结果有测到。 应该就是有参了。消基会表示，甲鸡鸭比起来，国内鸭的数量较少，鸭血量无够供应市场所需要，所以市面上看到的鸭血大部分是鸡鸭膏这血掺做伙，不过大部分标示鸭血，后面将误导甲有标示无实在记录，为外观也无法度判断鸭血是不是加入其他禽类的血。 鸭血或鸡血，事实上不太容易从外观上来做一个判别，所以才需要靠标示。标示越清楚，如果出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溯源去追查看，到底是哪一个原料上的一个出问题。 消基会也提醒市面上调味加工过咸鸭血这产品，除了有的掺鸡血以外，那含量真悬。那将规包的咸鸭血拢真悬，对价值1857到4000毫克那，超过卫福部建议2400毫克。建议民众除了注意食分量，买之前也要注意成分的标示，这样食了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